在谈到东突厥3所谓的职业培训学校时，中国政府外交人员一直强调他们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并开设了这类培训中心以消除这种意识形态。但是数百名维吾尔族人的经历，例如生活在土耳其的迪拉拉，清楚表明中国政府的攻击目标是整个维吾尔民族。根据英国卫报7月21日的一篇文章，迪拉拉的父母在乌鲁木齐一个模范维吾尔家庭中长大，也逃脱不了中国集中营的破坏。迪拉拉的父母既是民考汉，也是乌鲁木齐国有局的高级官员。迪拉拉从小就在乌鲁木齐一个非常昂贵的汉人社区长大，因此他的中文说得比汉族人好，从不戴头巾，并且不时回来与他的汉族朋友来往。她于2015年与丈夫移居土耳其后，母亲来到土耳其探望女儿，并于1年后的2018年返回乌鲁木齐。此后不久，她母亲的护照被没收，并被带走供学习。有许多关于集中营数百万维吾尔人身心遭受虐待的报道，昼夜折磨迪拉拉多年。接受卫报采访的研究人员阿德里安曾次说，自2017年以来，中国已拘留180多万人，这是自犹太人大屠杀以来针对一个种族或宗教群体的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拘留。英国穆斯林理事会呼吁英国政府就中国侵犯东突厥3维吾尔人的人权采取强有力而具体的行动。英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英国穆斯林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已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布拉布，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向中国施压，以结束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信中说，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状况正在恶化，对穆斯林的破坏政策仍在继续。中国当局实施强制绝育政策，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集中营中。英国穆斯林理事会秘书长哈伦汉签署的一份信强调，如果不对中国采取强硬而具体的措施，维吾尔人将被屠杀。中国官方表示，美方要求中方27小时内关闭其休斯顿总领事馆。而在该消息传出之际，消防人员曾试图进入领馆救火。中国领馆人员据称似乎在园中用明火焚烧文件。据当地媒体援引目击者报道，总领馆人员在院子里用明火焚烧文件。休斯顿警方表示，有人对此向其报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其在休斯顿的总领事馆，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汪文斌表示，这是美方单方面向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表示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督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决定，否则中方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反应。据报道，在华盛顿做出闭馆决定后，中国正在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又与美国政府达成1亿剂、价值19.5亿美元的新冠疫苗交付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周三宣布，如果辉瑞与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共同研发的候选武汉病毒疫苗在人类中证明安全有效，美国将向辉瑞支付19.5亿美元，以在美国生产和交付1亿剂武汉病毒疫苗。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根据协议，美国可以再购买5亿剂药物，该疫苗将免费提供给美国人。为在利比亚创造持久和可持续的停火条件，土耳其和俄罗斯决定保持共同努力。土耳其外交部公布了土耳其俄罗斯高级战略磋商会议关于利比亚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为缓和利比亚局势并为一个政治进程打造基础，而于1月8日在伊斯坦布尔开始采取行动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重申了对利比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及其对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和原则的坚定承诺。声明表示，两国表明确信利比亚危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只有在利比亚人的主导下，并在联合国的协助下，通过政治进程才能解决问题。